饲到水，佫会当做成礼，真正有够本。现此时有高场，逐工生产几若万包的太空包土，了后成做农业资材，保水佫保温，就像不锈包会当摕来裹葡萄长的茎，寒人袂冻着，热人嘛袂合水，佫会当烘糖改良土质，把原本要当等稀杀的粪扫，转做适人的宝贝。农民有环保的智慧，佫会当出产乌果甜的葡萄。可见做田嘛爱用头壳。我即马知影一粒一个葡萄，拢我靠阿嬷的智慧、阿公的手，甲阿爸阿母的肝，阮无心人同齐拍拼，才有即落好滋味。好，感谢啊！拄则你咧读上尾一段第二句的时阵，你有发觉到有啥物精彩无？你搁读一解。上尾一段的第二段。第二段，我即马知影。我即马知影一粒一个葡萄，拢我靠阿嬷的你看着，你感觉着吼？我即马知影一粒一粒的葡萄，拢我靠阿嬷的智慧。所以，看到啊！你读着一粒一粒葡萄的时阵，你有感觉，含你平常时爱想法有啥物？就是含你平常时听到的迄个啥语感有真差无？我要讲的意思是，你讲嘿，歹势。你的意思是讲，就是就是放一粒一会怪怪对无？就讲你去读着一粒一的葡萄，因为咱一粒一般，当然迄是一个好一个赞的形容词嘛。啊，你要形容啥？其实拢就在人嘛，对无？对无？迄个人一粒一的安怎，也是讲即个物件一粒一的啥？吼啊，规段文章一直到遮来，我即马知影一粒一的葡萄，一粒一的葡萄拢我靠阿嬷的智慧，敢若嘛会通呢？吼，敢若嘛会通嘛？对，你要甲伊种甲遮尔好食，遮尔迄种啊，就讲我无甲你提醒的时候，你可能嘛真顺啊，对无？啊，毋过实际上是，伊就讲葡萄遮尔伊上头前讲嘛，市面的葡萄2%到1%是阮埔心生产的，因为伫树丛顶悬的葡萄，伊拢是生做1%嘛，啊，咱要食的时阵，才是一粒一粒开始甲食嘛，啊，所以去甲伊读做一粒一的葡萄的时阵，会有迄种联想力去想着讲，到底是一粒一粒尔，还是真正的葡萄一粒一？我毋知，因为较想影咱伫读啥物文章，不管啥物字写，拢有可能目睭花花，就是看抓去啦。啊，我是咧想讲，咱会使安怎去掠即种，一粒一粒葡萄，甲一粒一粒的葡萄，即种瞬间的精彩，小落来啊！阮读即个115年度国中组第6篇啊。拄则我读头前2段，啊，有若读后壁3段，我要捡起落去，毋知啥物原因，我捡袂起来，还是起落爱去点家己的头上，才接受我的邀请，我无确定。好，安尼有呐，我毋知你有啥物想法看，还是接落来啊，看你有听到啥呢？我感觉，拄则迄，一粒一发电词，就是一般咱拢会讲一粒一粒，迄是真普遍会安尼写。啊，若是一粒一，就较无共款。啊，即两款的解读是无共的，迄种感觉是无共的。就讲第一搭遮，就讲
伊的文章是写讲，我即马知影一粒一粒葡萄是遮后壁，就是即几个会拍拼努力才有即个滋味嘛，吼，而且是好滋味。啊，甲伊若准讲写的时阵啦，写的时阵一粒一粒葡萄是因为遮努力才有即个好滋味，语义上敢若买通嘛，对无？无遮人的努力，哪有可能有遮尔好的葡萄？啊，迄个葡萄是一粒一粒葡萄嘛，嘿啊。啊，所以伫即个所在，敢若着真歹读过的时阵，全去感觉着，那敢若怪怪，读袂出来怪怪。你若无注意着，袂怪怪。因为你别的文章真正敢若，什么文章我袂记，就讲咱读过的时阵，伊迄个组合出来语感着真差，着不哩大的真差。伫即搭遮真正，迄个真差我感觉足水，迄个真差足水啊！针对即种遮尔水真差，咱敢有啥物方法？会使减少即种目睭花花看蛇去的可能性，我也想无，对吧？伊有诶，我怎想袂？伊咱之前读别的文章的时阵，就是有当作是读的人伊家己随发觉，吼啊随发觉着安怎讲？着紧改。啊，毋过朗读稿的比赛，尤其全国赛，这敢若是变成讲啥？你着顺顺啊读过也袂。改敢若颠倒去用掠包是安怎？吼啊，过来听伊讲，伊这国中组嘛，伊讲国中组敢若读的速度偌紧，啊，所以原则上就是迄种比赛毋是咧比速度，伊是咧比你读念的正确率。可比讲，敢若是3分钟啊9分钟，互你读念，啊，你伫即段时间内底总共读几字？啊，读出来的字正确有几趴，还是倒头来讲，你读毋对的字是1%、2%，还是几字？因为总共700至752，这是差不多每一篇文章拢控制伫即个范围的字数，无问题嘛。啊，读袂完，伊讲原则上读袂完啦，就讲因为读完毋是重点啦，文章的连接我有放伫咧。敢顶悬无？头我今仔日无放着。后来我佫答。通常就是伊讲的速度差不多伫个正手边，迄段上通常迄段结束真正到尾，差不多迄骹到一分头的所在。嘿，听讲是安尼，所以就讲差不多，伊讲700至752的几趴，就差不多是你读的，因为你为着要念个正确，你袂吹足紧，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囡仔，啊，所以第一种情形你就是，伊讲我去听伊谁咧讲，啊，所以第一种情形你就是。差不多对只有娜讲的，以文章的长度来讲，伫咧正手边顶悬，大概迄段啦，也就是差不多上尾2段，可能你袂读着，啊，所以袂读着，伊对咱即篇来讲，就是迄个啥，我即马知影一粒一粒的葡萄，即句大概伫比赛时拢袂去读着啦，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我加在就是。会使闪过安尼，我都去了啊，就是会去用掠着啊。当然我毋知伊迄个评判的基准是可比讲扣1级分，还是降1级分，这我毋知影。大概算字数嘛，吼，就讲你一字要安怎扣，一字安尼。就讲啊，我检读一字要安怎甲准？对无？一般应该是拢会发现啦，因为可比讲的即个即摆即个朗读稿是敢若今年6月啊几月4月我袂记着，就是今年公布嘛。伊每一年度的迄个文章拢是当年度公布嘛，啊年底比赛，啊毋过其实就是现主是歇落来期间，就是各县市甚至各学校都拢开始
评选开始找选手嘛，所以其实原则上，选手有看到即个文章的意思就是，时到会互请去做评审的老师，伊嘛拢有看到文章啊。遐个评审老师，我相信应该无甲一个老师竟然无事先就先看起来等讲去到现场才来看，我想应该是无可能。所以伊讲差不多是头前2/3的数量，差不多是542左右啊。就讲752内底，伊大概会念542左右啊。当然较加较减一寡，你要吹到600字，可能感觉速度伤紧啊，颠倒较容易读顶打去。你若读甲伤慢，讲敢若念一个500字尔，迄个速度遮尔慢，反射正确率嘛无一定会较悬，对无？正确率是，咁你500字内底读毋着5字，你可能1%，500分之5。你读到542，有可能6字、7字毋对，10字毋对，比例是毋是就无相款？我毋知影啦，伊迄就是，伊讲是朗读，个是要互你读出声音，是要互你展现你的声情，甚至若准讲文章内底有对话，就是有引号甲引起来，个对话就是要互迄句话看是该啥物人讲。听伊讲，就是期待迄个选手会当击出迄个人的性别、年龄或者是职业。就讲意思讲，因为要展现声情嘛，所以你袂使自头到尾拢袂输那机器声咧，也是讲敢若你家己的声音，尤其内底若有对话，对无？若种是阿公讲话，就讲啥物？可能就像阿公讲的嘛，对无？阿公笑讲。因拢是免费的员工，会使做工课，会陪囡仔耍，就袂使讲因拢是免费的员工，会做工课，会陪囡仔耍，迄就是有真差嘛。听因讲的意思，敢若是安尼是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爱有声情，所以就讲。当然已经写出来啊，这就表示讲教育部遐强才有请老师去巡过嘛。听因讲的意思是讲，迄来来回回反射至少3届甚至7、8届，就讲迄作者用字用词，甚至教育部遐的评审，就是投稿了后，伊就请评审审查嘛。用字嘛会巡过嘛，作者有要改无？甚至听讲有一寡作者用字有诶真坚持，真坚持诶时阵，听讲教育部迄边就是变成互评审讲，安尼就莫采纳。所以，因每一年订过诶文章，就是无一定随适控，随放出来互人读念，无一定。所以就是因嘛是爱迄个说啥，欠一寡明年用，所以应该就是有人讲，即马订购的稿费1200，其实嘛无济，意思是讲，敢若爱3、4年你拢袂使去共讲，所以我有看到咱有伫 Clubhouse 遮伫读念一寡文章，还是啥开讲也好，有遮前辈甚至老师，因有去投稿的文章，就去用收入来，就看到安尼。可比讲即个115年度诶文章的清单内底，我就看到至少1、2个吧，1、2个是3、8个人，甚至有14、13个人，老师3个，所以。写作就是一种技术技巧嘛，就是讲你的用字用词，你掌握到什么程度嘛？反正教育部朗读稿就是有一个范围就对啦。伊就是听伊讲，每一年拢是本正拢到6月30吧，过按旧年开始就是听伊讲，迄个投稿的数量无够多，因才会拢延长安尼。旧年嘛是延长到7月3日。
今年嘛是延长到7月31日。啊，你有写，其实我早期可能是因为教部去邀稿啦，邀请什么人写的，大概一笔一中有写拢有入选安尼。毋过哪来就是教部感觉遐个文章还是啥，可能无适用，还是安怎？因就会期待讲范围啊较宽咧，就讲天顶飞、涂骹白、海里、水里蛇的料啥，拢听我写得着啊。还是讲古早的地理、历史、现主时的啥，拢听我写得着啊。只是写出来了后，是毋是要安怎互遮个朗读者会使听现声情啊？大概是安尼。我毋知影削弱还是毋知 Carol 什么观念，拢一直无都扭起来是啥？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对只我是读头前2段啦吼，啊有若是读后壁3段呢，安尼迄个啥？爸妈台语的写作实在真困难。你感觉困中文拢有问题啊，迄是爱练习的。是啊，所以我去考试写作的分数吼，拢足惨的。考试，我感觉考试伊出题的时阵，你会瞬间头脑空白，你实在毋知要写啥。啊，所以目前你中文可能会当想讲哦，起承转合啊，你可能就是编一个故事嘛会使，啊，毋过变台文的时阵，实在是瞬间就是英文写作安尼。其实迄个无一个理路。其实写作的理论应该是共款啊，真差是讲无共的语言，咱的掌握的程度能力就无共款啦。啊，当然过去咱咧学中文的时阵，讲爱啥物起承转合安尼吼，啊，伫台文嘛差不多是安尼。啊，真差是讲有人是讲3段论还是4段论嘛？4段论就是拄则讲的嘛，起承转合嘛。啊，你若3段论，可要讲王秀老师咧讲的，伊可能就是啥？头中尾晓。啊，当然头里边啊，有人讲什么破题法，还是什么故事法，还是语文法，啥物也不管。啊，尾当然就是甲你头前所讲的做一个，不管是什么简单的结论，还是啥，啊，这真正就是安怎讲？作者伊迄个功夫嘛。啊，因为教部的即个700字至750字，其实会使表现的迄个范围就是遮尔尔。你毋讲才去写小说，甚至市面上迄种散文，因为旧年啊、前年嘛是有伫咧争论一个问题，讲啊小说甲散文的真差到底是伫倒？什么是叫做散文？什么叫做小说？迄个分界点是伫倒？啊，嘛有人讲对一般的人，吼，毋是迄种读文的人的角度来讲，迄个分类法可能就有诶感觉重要，有诶感觉无重要。啊，有诶是讲啊，伊感受到的是啥，来分辨迄到底算小说还是散文。因为咱的理解是目前的理解，敢若是讲散文拢是事实，小说是作者去创设的。也毋过事实，啥物叫做事实？迄个事实范围佫有一寡，或者啥，真差，还是讲灌水，还是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即种真差。因为咱一般的论述就是讲白贼甲无老实，或者是讲照实讲，甲黑讲对白，迄是有赞处的，就是无共款的。啊，所以散文甲小说的真差，就是变成讲，在因的，可要讲文学家，还是咱台湾的是啥？
啥物来定义即个物件？目前，可比讲各县市，甚至可讲教育部，因会办即种征文征稿的活动，伊嘛会去分吼，可比讲，散文类、小说类、诗类，吼还是啥？啊，即个各类别，伊内底可能各有一寡较幼路，可比讲有诶会讲啥物字数，还是啥物文体，还是啥，这可能就是主办单位去注意嘛。啊，伫外国阁有一种啥物，因叫啥 fiction， 甲即个 non-fiction。迄个 fiction 就是讲你家己去激头壳家激出来，吼啊 non-fiction 可能就是啥物，有诶是讲啥报道诶，还是讲啥物事件会记录诶，这就变成讲你家文字化了后，要安怎互其他诶人接受，还是理解，甚至欣赏诶，这就是安怎讲？可讲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协定，还是啥想法的争吵吧。他们讲这部分我嘛是也无真非常的理解啦吼。好，唔知咱台顶嘅朋友后壁佫一点时间是毋是？交换读的是安怎？学了读头前两段，不，迄个有若读头前两段，啊，学了读后壁三段。三年嘛来啊，吼，三年安尼。三年安尼是毋是？我看有若读头前两段，吼啊下段小落读，啊上尾两段较无法长诶三年读，起落我毋知啥物原因拢 Q 袂开，是迄个啥？有若是三年 Q 看歹啊。就是有起来 ，Carol 起来啊，好来，安尼是毋是着？因为第二段嘛四转尔，上尾段嘛四转尔。好，安尼有若你读两段好啦吼，啊 Carol 读中间一段，啊三年甲 Carol 就读上后壁将一段呢，随便讲拢三四段尔。第六篇，乌搁甜，搁环保的葡萄，李玉如。大家知影桃园有乌心即个所在，安尼恁敢知影？阮中华嘛有乌心。乌心庄虽然无大都市遐尼啊闹热，煞有食到会少年的农产品。乌心山蜜，山蜜到底是倒三项特产的？迄就是阮上骄傲的果子，奇丰葡萄、宝岛蜜芭乐、甲金蜜山影。市面的葡萄，2趴到1趴是阮埔心生产的。阮遮的葡萄拢包予大盘，有时随出产，就互人煮饭了，可见有偌称。有一天你若来遮，千万毋通空手转去。细汉的时，我会去阿公的葡萄园斗3工，拢会坐台仔车巡园。伫园里佚佗的时，看到有杜雷，就会掠来耍。大汉才知影，杜雷若扫去园里，会甲葡萄丛的根，害规丛葡萄藤打去。阿公常在吐大气讲，杜雷比虫搁较恐怖。好，感谢。小龙这段较大段吼。过往就爱配药仔，才会当加落来菜市。后来阿爸找到上新的方法，阮就毋免惊。即种秘密武器就是鸡仔小梅、鸭大兄、甲蚵仔籽。有罗伊毛，这个应该是有罗伊毛，毋是鹅是无罗伊。鹅啦，鹅也是鹅啦，当然这是香口菜。蚵仔籽，花
规定免钱的生路，鸡仔小妹会食草莓啊，鸡母汤会甲食的汤拖 ，THUA 汤拖，汤拖肉甲肉，这是肉，汤拖肉，肉甲走汤拖肉甲走，肉甲走敢若杯去，肉甲走哦，肉甲走干若杯。大兄爱食臭草，上爱食落嚟，那就落了，会软入去软 ，NNG 软入去，会软入去草啊内底找一滴豆嘛，一直落，这是落，一直落，甲落嚟食甲清清气气。五大姊上请呀，专门食草霸王，你好草树。炒猪油啊，醋油啊，臭猪油啊，拢无效。做死人吗？对，做是人做死人会去甲掉骹断地，做死人会去甲掉骹断地，伊煞食甲真欢喜，喙拢落袂落袂停，迄是落袂停，落袂停。上厉害的是伊的耳仔声正内，真厚固。若有人入来葡萄园，伊就会大声甲警告，像古卷遐没切，马册。阿公笑讲，饲到水，到水，饲到水吗？对，饲到水，饲是动词，到水是形容词，成熟了的意思，成熟了，是啊。饲到水，佫会当做生理，真正有够本。好，感谢啊。好，三年我你读一段，我未来望听，后一篇才你读。现主时有高场，逐工生产几若万包的太空包土，发芽了后，正做农业资材，补水搁保温，就像不锈包会当摕来顾葡萄栽。会经寒人冻伤嘛，寒的时阵嘛，被冻会冻着，热人嘛袂缺水，欠水啊，缺水。这里点啊？应该是缺水，我看是伊敢若两个音啦，一个是 HAT 第八条，啊，毋过伊个另外一个音是讲啥物高一字无迄种诶。缺水，佫会当红糖改良土质，甲原本被等现在的本色，转做世人的宝贝。好，感谢啊。Carol 阿尾段。农民有宽阔的地费，佫会当出产乌绿甜的葡萄。福建做田嘛爱用头壳，我即摆知影一粒一粒的葡萄，拢外靠阿嬷的智慧、阿公的手，甲阿爸阿母的肝。阮埔心人同齐拍拼，才有即号好滋味。好，感谢啊。好，这是拄只咱咧读的啊，阮是有先讨论过啦吼，毋知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即篇我讲国中的文章其实嘛是有一寡字词，讲迄个教水是咧讲动物啦，啊教训，敢若即个字有改过，教训是咧讲水果，啊当然
我即马哪会敢若熊熊找无？应该是一个，就是讲教水是用即个教字，教分是咧讲水果色啊，做教分。所以，教分教水听起来音是共诶，毋过用诶汉字是无共款诶啊。可能调咁样呢分别诶款，就是这篇文章诶教水是咧讲动物诶，尤其是或者啥禽类，讲即啊鸡啦、鸭啦、鹅啦、禽类。若教分是咧讲食物，迄个西瓜啦，还是啥物山啊啦、香蕉啦，即种啊呢。教分两个教是无共款诶字啊。好，安尼，咱来读后一篇。后一篇对阿母儿子家，看这几段，1、2、3、4、5、6、7，是7段啦。毋过上后壁敢若2段尔。好，安尼，干那呢？咱是毋是讲读一段？爸比阿妹，伊细段2段，敢若5段。毋过一段顶悬一段是相谈可能较长一寡咧。好，咱来读第7篇。对阿母儿子家，过意义迄个足侪字话，迄个是义第3条啦反正我读一段了，有哪第2段Charlotte 第3段 ，Sunny 第4段，1、2、3是伫倒手边遮嘛迄个 Carol 正手边迄段不哩大段加油爸比读2段咧。来第7篇对阿母儿子家过意义，我一直对煮食无兴趣，因为灶骹的抽油烟机有够吵，便若听到我就想要选。结果因为我爱代表学校去3天2暝的露营，上重要的就是爱家己煮3顿。伫厝逐项都拢阿母甲我传便便，即马想着爱家己煮食，不得已只好对阿母学几项方便料理的菜。安尼迄3天我才袂枵死。阿母叫我按煎卵开始学，听着足简单的，倒油倒一片鼎里，卵卡落去，等伊熟，反边搁煎一个，安尼就好啊。毋过等我举煎时，徛伫雅斯路前，才发现代志甲我想的完全无共款。我先去互热油喷着，活要疼死，刷落去卡卵，搁甲卵壳搭落去鼎里，2清还袂熟，就赶紧冰冰。一粒卵煞互我煎甲脆糊糊，真正有够凄惨。好，感谢这嘛可能各中心我毋知。来，Sharon 你。第2项学炒菜，平常时看阿母炒足侪道，看甲会我就较有信心。就按洗菜、切菜开始，洗菜无啥问题，切菜看嘛真简单。结果切了伤长，阿母笑讲是要煮哪后。对，是要炖哪后哟，这甲炖的，伊毋知啥物菜，我看袂出，毋知影。我来Sunny换你去炖。等材料拢准备好了后，就开始要来炒菜啊。拄开始开火，下油阁算顺利，毋过等菜放落去炒时，我就补无落来啊。过来菜叶差不多有一半，互我炒对鼎换去。阿母若笑笑我讲，毋捌看过遮含慢的啦，害我歹势甲。顶悬迄个应该是我插对鼎外去啦，互我插对鼎外去，因为插对鼎外口去，然后加一个口，可能我就会读，互我插对鼎外口去，我就安尼读。毋过伊敢若外嘛，我就会读鼎外去来。拢参考，我无去听迄
我无去听真明的版本，伊声音是安怎听？我歹势，我无确定。王长克，我来 Karen 你这段较大段。虽然学煮食的过程无啥顺利，毋过迄3天的路程，虽讲我乌白煮，嘛是无枵着，毋过我着安尼会当了解阿母逐工有偌尔啊辛苦，较早放学转来，桌顶随时都有好食面来等我。即摆我就会想讲，阿母做工课已经无用几工啊，转来都会无用暗顿，安尼伊敢袂伤忝？所以阿母做暗顿的时阵，我就会去斗3工，哪做哪甲阿母讲今仔日伫学校发生的笑亏代。虽然我敢若会晓摕豆油、切葱仔即种细项代志，毋过哪会当互阿母莫伤忝，我心内嘛感觉较安心。真好，安尼爸比即2段咧读，就讲倒啊。好，伫灶骹斗煮食，我囝哪煮哪开讲，心内的代志嘛较敢甲阿母讲，甲阿母参详，想袂到煮食会当互阮的感情愈来愈好。煮食毋是干那甲菜煮好食，食会饱尔，煮食是阿母爱的表现。以后有一天就爱换我煮互阿母食。好，感谢啊。这就讲，安讲，拢全汉字。毋过伊讲为虾米要用汉字，就是讲有一寡可能会使读做谐音字的，就是阅读者家己自由发挥。上尾一段，就讲甲菜煮好食，食会饱尔。吼，这是读合音字第5条，毋过尔就是拢是第7条。啊，所以我进前嘛三无长，就是讲我早期咧读的时阵，我看到一寡作者，或者是迄是因迄啥评审去调整过的，就是甲可比讲啊，阮自细汉咧讲全安怎嘛，学台语文了才知讲全即个音是就安尼即3字汉字。啊，所以迄个时阵可能即摆我才回想起，就讲可能迄个时阵评审也是甲作者讨论过了哦，原来作者想要读全，啊，毋过伊嘛是爱写就安尼3字，然后才伫后壁用罗马字写讲全，啊，毋过尾啊因可能讨论也是开会是安怎，就是变成讲无啊，即个就安尼甲全拢是同款的意思啊，啊，就是互各地各所在。也是每一个读者，伊家己去决定，伊到底是要读就安尼，还是要读全，伊家己去决定。啊，即马即篇文章上尾即段嘛是，煮食毋是干那甲菜煮好食，会食会饱尔，啊嘛会使读食会饱尔。所以变成讲即种或者啥，读念的规律，也是习惯，算讲是因有伫咧对。敢袂使讲对时代，我无确定咧，因为在我的口语内底，我拢甲伊讲食会饱尔，主要是食会饱尔。我来讲就是伊讲谐音字啦，啊，毋过写出来了，煞写2字，啊，所以敢若知影讲是自由发挥，安尼就自由发挥安尼。但是，迄若是全变安尼，毋是拢写就是全部会全迄字嘛？无，就讲。若准讲作者伊是写罗马字全，安尼当然读全。啊，若准讲，是汉字，敢袂使就是写全部的全就好啊。无，为啥是全部的全？就安尼是3字汉字，啊，你若即3字汉字读做一个音是全是第9条啊。哦，我哪敢若看过，所以讲我也准讲是，我也准讲会使，就安尼，就是。简化，讲简化，就是像你讲的，就安尼啊。但是我都想讲是后来佫有改过啊，转变做写一个转就好啊，写安尼我可能拄唔着去，因为可能看过。
因为这个就安尼这三字啊，就是教典其实嘛有收，伊有一寡算教典注音图，就安尼这三字，伊就注讲就安尼，就安尼，吼，两种拢有。然后咧，伊个写讲又念做就安尼，就安尼，就是讲迄个就甲注有两种读念法。然后伊个写讲合音念做转呢、转呢、转，所以这算叫做啥？好做啥？复数hiệu还是连接数，对无？伊是头前一条代志发生，然后发生产生就安尼后壁迄个效果嘛，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算因果数还是啥物结果数，我袂记只。所以对教典来讲，伊可能就安尼这三字总共有1、2、3、4、5、6、7种读法，7种读法。我是自虽然拢讲转安怎啊，当然转安怎即个转，就嘛佫有其他的迄个啥变化。啊，反正我嘛是最近才知影讲哦，即种写即个就安尼即三字汉字，或者是即篇文章写念即两字，即种有可能会有合音字，通好读念的是互读者家己去发挥。啊，进前毋知的时阵，我就讲，可能咱就是看到啥物字，读啥物音嘛。要毋过因即马就是变成讲，即种有可能会有合音字的，就是读的人伊家己去发挥。啊，当然你若毋知有合音字，啊，你就是照字读，无啥物问题。啊，你若知影有合音字会使讲，若佫有把握，啊，你就读无问题。目前听起来看起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啊，伊合音字就讲迄个啥，敢若是歹势会记伊啦。我袂记是萧丁春老师还是啥，就是讲伊捌伫迄个歌册，因有歌册协会款吧，还是歌本我袂记，还是歌协会我袂记只，就是即个协会当然来去才会前辈足侪人嘅嘛。我就所知就是讲中教大丁洪丁教授因。啊，萧丁春老师敢若是会款啊，啉啥物馅歹势袂记，迄个老生讲吼，反正足侪人拢有去研究、科考还是发表嘛，啊，就是去找出来讲歌册过去嘛是有，伊敢列出来有70几个合音字，啊，伊对咱来讲，为虾米？尤其这半年吧，这半年就有人去归纳出。因遐讲华语的，为什么会拢甲遐声音连做伙，对无？对外国人来讲，摇着是欢迎光临。要毋过即马愈来愈侪少年，迄欢迎光临，照你讲4个字音，伊竟然甲连做一个安尼。啊，迄我嘛学无啥会出来，就是就讲足紧的就对。啊，其实即种讲足紧的，甚至连做伙，伫台语内底，就是有足多啊。对，你要互人对无？你要红对无？对，伊就变两个字，互人伊就变红，吼 HONG 第5条，吼，伊甲我拍，甲我两个字，啊嘛会甲伊连做伙变伊假拍，伊假拍，囡仔时代就是囡仔人咧耍的时阵，就甲老师甲向导讲伊假拍，啊去用禁止讲袂使讲台语，怎伊假拍就变成他给我打呢？就讲这王强并袂使讲即个语言，啊伊就去转换，怎变伊他给我打？啊，到底是谁打谁？所以这嘛是，即马想想就是苏东时是一个真残忍的一个做法啦。海运机是不哩啊济啊哩。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应该会使有人，因咱都拢读一段嘛吼，啊，可能会使有人读较长一寡呢。啊，这篇文章我看到有几落迄种啥物美着的句型嘛，对无？想着、听着、喷着、咬着，我即种看着死的。啊，当然，这个美着的句型有诶，就讲伊后壁到底有物件无？对无？咬着甲喷着，迄后壁拢倒好打开，
就是爱即种做啥？做啥轻声响，对无？喷着、咬着嘛。啊头前，即摆想着爱家己煮食，我是拢会安尼读啦。即摆想着爱家己煮食，还是想着爱家己煮食，想着爱家己煮食，可能嘛会使哦。听着足简单，听着足简单，听着足简单，甲听着足简单。迄个腔口差是毋是？听着是毋是敢若讲啥物我迄口腔还是安怎？我毋知，因为我的腔口嘛是去用扭来扭去，我已经家己杀无啊。即摆想着爱家己煮食，即摆想着爱家己煮食，想着爱家己应该想着爱家己煮食啦。即摆想着爱家己煮食，就不得已嘛，就读较某咧烧嘛，对无？想着爱家己煮食嘛，啊，叫我按前两开始学，听着足简单，听着足简单，听着足简单，敢若无共款的意思呢？听着足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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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毋是安尼？卡哇伊，我家己回去啊，歹势。啊，就是这篇文章不了侪即种尾调的即个，吼啊，哪煮哪甲母开讲，哪煮哪开讲，即个就是哪尾 one 哪尾 two 嘛，啊，只是伊无其他的变化。我讲其他的变化就是有的文章内底就出现几落个哪尾 one 哪尾 two 即种，哪行哪走，哪行哪走，哪行哪靠，还是哪走哪笑安尼，类似安尼。毋知咱台顶面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人要来挑战读较长的无？前几工敢有人去考试啊？想要偷偷剪一段，你讲，剪一篇，好，你要读几篇晓？会使哦。一篇吼，来，Carol 你读，后手看有啥物接手的安尼？好来 ，Carol 读。第六篇奥古斯佮环保的辅导。要读第六篇课，来读第六篇课，来。大家知影桃园有保心这个所在，安尼恁敢知？阮中华嘛有保心虽讲无大都市向产品多3项特产类，迄就是阮上条路的轨迹。有讲辅导、报道米波仔、甲金币酸仔，一面的辅导2拍到1拍是阮保心生产的。阮遮的葡萄拢包予大盘，有时随出产，就予人做分了了，可见有偌切。有一天，恁若来食，千万毋通空手转去。细汉的时，我会去阿公的葡萄园斗3工，拢会坐台仔车巡园，伫园里佚佗的时，若看到有落雷，就会掠来耍。大汉才知影。落雷若烧去园里，会甲葡萄丛的根害规丛葡萄藤打去。阿公常在土大会讲，落雷比虫搁较恐怖。因过着爱喷药仔，才会当甲落雷杀死。后来阿爸找着上新的方法，阮就毋免惊。即种秘密武器就是鸡仔小话。大兄甲哥仔姊规定免钱的生劳，鸡仔小妹会食草莓仔、鸡母糖，会甲遮的糖拖足甲走干那杯。大兄爱食草草，上爱食落雷，会软入去草仔内底吹，一直落，甲落雷食甲清清气气。高大姊上请影，专门食草霸王，迄落草除药仔拢无效。做世人会去甲着骹顿茶，伊煞食甲真欢喜，喙拢倒袂停。上厉害是伊的耳仔真利，真够顾厝，
若有人入来葡萄园，伊就会大声甲警告，因拢是免费的员工，会做工课，会陪囡仔耍，饲到水阁会当做生理，真正有够本。现主时有高场，逐工生产几若万包的太空包土，发到了后，成做农业资材，保水阁保温，亲像有小包会当摕来到葡萄丛的顶，寒人袂冻着，热人嘛袂发水，阁会当烘糖，改良土质，甲原本要当去送的垃圾转做世人的宝贝。农民有环保的智慧，阁会当生产好过甜的葡萄，可见做田嘛爱用头壳。我即摆知影一粒一粒的葡萄，拢外靠阿嬷的智慧、阿公的手，甲阿爸阿母的肝，阮后生人同齐拍拼，才有即个好滋味。好，感谢啊。伊即篇嘛有一寡字词，就是你若无注意，就要厝药啊，迄其实就是蛇药啊啦。啊，当然伊挑用厝即个动词，迄专门是伫咧讲伊迄个喷出来、钻出来是敢若袂输敢若水雾安尼。因为我毋知各位朋友敢知影有人迄个较久以早，就讲做田人、做事人，伊去园里要头虫还是要除草的时阵，就用即种药啊，就是用迄排咧较接片安尼咧除的迄。啊，当然即个动作，除药啊、钻药啊、喷药啊，拢有人讲啦。啊，意义上嘛，差不多，只是伊就是敢若，听讲用即个，那树啊，迄个字改做水泥棒的迄个是厝安尼。啊，有一个迄个哦，寒人袂冻着，热人也袂喝水。我看是喝甲发啦。啊，当然 HUAT 甲 HAT 拢是欠缺的意思，只是伊敢若家当做，那高一字应该是喝 HAT， 啊那 HUAT 可能是缺乏即种一个词的时阵，你较会家读做发即个音安尼。我目前看到是安尼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不管是第6篇还是第7篇，今日咱谈2篇。因为我著讲，台语迄个变调有困难的所在，还是讲复杂的所在，就是伊有一寡轻谈嘛。以第6篇来讲，第一段上尾就是千万毋通空手转去，我是拢会读转去啦。就是讲即种，走来、行来，就是去甲来，吼，甚至我著讲，另外迄6字，出入袂出入去落转过，走过、行过，我会轻读。啊，即第6篇这转去。转来我会读轻读，其他有诶有无？啊，过来就是我讲诶迄个，出去出来入去入来即种诶复合动词，头前佫倒一个动词，我看即2篇敢若我无注意到，就是讲摕转来，走出去，吼，第6篇遮倒手边尾啊第4段，会软入去草啊内底找，哟。会软入去草内的，迄个软入去，伊就是一般的变调，因后壁有一个所在嘛。若准讲无，我就读会软入去，啊，迄软就是算轻读后本调啦，后壁就轻读软入去，毋过后壁是草啊内底嘛，所以就会软入去草啊内底，安尼就是一般的变调。我要讲的就是类似即种的软入去、冲入去、走出来、拍无停止，伊无阁是另外一个，所以台语就是我著讲，大概即几种变调，你若有掌握到的时阵，
迄个叫做啥？变调的美角，还是变调的，大部分就是有掌握到，因为不了这拢是即种的啦。啊，你变调变毋着的时阵，有当阵啊意思袂去走去，抑毋过，可能对我来讲，阮即种台语耳啊一听到，就长耳看着长诶，甲我变调无共款，怪怪啊，无一定是毋对，无一定是毋对啦。啊，我嘛袂随讲毋对，因为当初迄真正一砖头一所在，迄个变调发啥，有足侪我毋捌听着过啊。所以我就讲最近，嘛不止最近，可能即一年吧。就讲有当阵啊有会看到一寡人，伊真简单，就等出来迄个结论，讲啥物无人安尼讲诶啦，无人讲啊你也无单头单尾拢总互你听透透啊！你透我都遮尔简单就做出来即个结论，讲无人像你安尼讲，所以我就讲各位朋友，尤其若相对我较少年诶，你听到人甲你讲诶时阵，你着主动甲即句话当作无听诶，当作无听诶。啊，有可能你确实是黑白讲诶，还是家己斗诶。啊，迄个人从来捌听着过，啊，你即马嘛真正黑白斗，无要紧啊，反正啊，今仔日竟然无人讲，我即马煞袂使讲出来，对无？反正讲出来了，若准讲有人接受，啊，接受诶人较侪，即个讲法就固定落来，就去用确定啊嘛，还是受到肯定啊嘛 ，OK 啊。啊，本正台语诶能力，还是语言诶能力，你到一定诶程度了，你本正就会使做心事啊。即其实不管英语、日语，我想逐种语言一定拢相款诶嘛，无可能讲现主时英语、日语，伊讲英语有100万字吼，现主时听伊讲所有字词顶扣来讲，现主时英文字有100万字，啊，毋过迄100万字范式我后袂讲诶，超过50万字拢是遐医学。物理即种属于非常专业的字词，甚至内底有迄个啥物，因为迄个啥化学还是有机的遐物件，一直发明，一直发明，伊都爱号新名，号新名。凡是100万字内底30万字拢是即种的咧。过去即10年、20年、30年所发明的，对咱来讲，咱一世人无可能会拄着的啊。所以根本对咱讲是无效的字啊。啊，毋过其他的一直。会做新事、新物件嘛，对吧？前几年看新闻才学到迄个哈，家己翕家己，对无？即马中文讲自拍，台语可能嘛直接讲自拍嘛，啊，家己翕家己自翕不管。迄个英语是啥 ？selfie 吼 ，selfie 敢若是安尼，自拍啊，所以即种字较早你也无可能学到的啊。啊，毋过时代一直咧变，科技一直有发明新的物件，哪有可能无爱家号一个名？无可能的嘛。啊，咱的台语过去70年、80年无现代化，所以足侪物件爱对咧现代化。今仔日以后嘛，一定阁有新的物件会发明嘛。啊，遐新的物件，当然头一步就是看中文安怎讲，咱就改迄个字借来用台语，或者是去英语遐找看嘛，伊迄个物件安怎改号名，安尼甲摕来用，甚至。有一天你若已经有够厉害，迄个物件是你发明的，你家号一个台语名，敢袂使？一定会使嘛。啊，这是现主时咱是要甲遮旧的物件学到手，学出伊的台语法，或者是甲过去已经有的咱毋知台语词要甲讲出来着，咱就要开无少时间啊。啊，未来遮新的物件就是咱爱继续努力拍拼啦。我是安尼想啦，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朗读歌，可能就是伊后手阁剩几篇9篇，因为高中组阮1篇嘛，高中组有8篇嘛，10篇还是11篇。反正我就讲，即几工啊，可能读到看当时，反正尽量啦吼，8月才来要读迄个要做啥，大部分同学懵无安尼。暂时是先安尼安排。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朗读歌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猛读猛分享猛交流。来，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再会。感谢，再会。